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17日，咱要做伙来读士师记第18章到第21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8章，迄时以色列人无王，但支族在找土地做徛起的所在，因为到迄日，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也未得到分予因做产业的土地。但的人对扫罗甲以实德找因本族5个勇士去详细侦探迄个地区，吩咐因讲：恁去侦探迄个地区。因来到以法莲山区入米迦的厝，就伫遐歇眠。因伫米迦的厝附近，认到迄个少年利未人的口音，就入去问伊：啥人带你来遮？你伫遮在做甚物？你伫遮有得到甚物好处？伊讲：米迦款待我安尼安尼。伊阁请我做伊的祭司。因甲伊讲：请你问上帝，互阮知，阮的任务会顺利达成也无？祭司甲因讲：恁通平安去，上主会帮助恁完成任务。迄5个人就出发，来到拉叶，看到遐的居民平安徛起，亲像西顿人无欠缺，无受人搅扰。因离开西顿人真远，无甲任何人来往。因倒来到伫扫罗甲以实德中间共支族的人遐，遐人问因讲：恁看了安怎？因应讲：来，咱赶紧来攻击因。阮已经探查过，迄个所在实在真好，恁毋通踮遮停候，着随时来攻占迄个土地做咱的产业。恁到遐就会看到安然徛起的人民，土地开阔，物产阁丰富。上帝已经将迄个所在交伫咱的手。对安尼，但支族600个人带军去，对扫罗甲以实德出发。因伫犹大的基列亚林西边集营，所以迄个所在到今仔日也有叫做马哈尼但。因对遐经过以法莲山区，来到米迦因兜。迄5个去侦探拉叶地区的人，甲因共支族的人讲：恁检知遮的厝内面有以弗得、家族神像、雕刻的神像，甲字的神像。但恁着拍算，看要安怎做。因就挖去米迦的厝，入去迄个少年的利未人的厝内，甲伊请安。但支族迄600个带军去的人，拢徛伫门口。侦探迄个地的5个人入去，将雕刻的神像、以弗得、家族神像甲字的神像拢摕去。这是甲带军去迄600个人做伙徛伫门口。迄5个人入去米迦的厝，摕雕刻的神像、以弗得、家族的神像甲字的神像的时，这是问因讲：恁咧创啥？因甲伊讲：点点，毋通讲话，对阮来去，做阮的师傅，阮的祭司。你做一个家族的祭司较好，还是做以色列一个支族、一个宗族的祭司较好？祭司真欢喜，就摕以弗得、家族神像甲雕刻的神像，甲遐个人做伙去。因就出发离开遐，互囡仔、精生、财物做头前。离开米迦的厝已经真远。米迦聚集伊的厝边，对入但的人。因大声喊但的人。但的人回头问米迦讲：你就集遮的人要创啥物？
伊讲：我做诶神明，请诶祭司，恁拢甲我带去，我要存性命。恁若还伫问我讲你要创啥物？但个人甲米甲讲，你甲我踮去，则免歹性地诶人甲你攻击，你甲恁全家拢会无命。但个人就做因去，米甲看着因比伊较强，就活转身倒去因兜。但个人带米甲做诶神像，甲伊诶祭司来到6月，用手杀死遐个平安徛起诶居民，佮放火烧即个城。即个城伫别利合山谷附近，离西顿真远，佮无甲任何人来往，所以无人来甲因解救。但个人就登建即个城，伫遐徛起，因甲即个城号名做但，是用因诶祖先以色列诶囝但诶名号诶。即个城较早诶名是6月，但个人就伫遐为家己采迄个雕刻诶神像。摩西孙结孙诶囝用拿单甲伊诶后代做但之族诶祭司，一直到以色列人狩猎迄日，上帝会幕伫示罗迄段期间，但个人嘛为家己采米甲雕刻诶神像。第19章，以色列无王诶时，有一个利未人住伫以法莲山区偏僻诶所在，伊娶一个犹大伯利恒诶女子做媳妇。即个媳妇受气伊诶丈夫，就离开丈夫，倒去后头厝，伫遐住4月日久。伊诶丈夫带一个萝卜甲2只驴出发去找伊，要甲伊勾情，带伊倒去。伊诶丈夫到位，伊就带伊诶丈夫入去老爸诶厝。利未人诶丈人看着，就欢迎伊。迄个丈人甲伊留落来，伊就伫遐住3日，做伙啉食。到第4日，因透早起来，利未人要出发。迄个丈人甲囝婿讲：请你食一寡物件，加天开力才出发。2个人就坐落来，做伙啉食。迄个丈人对伊讲：请你搁住一暝，搁放松一下。迄个人起来要出发，伊个丈人搁强强留伊，伊就搁歇一暝。到第5日，利未人透早起来要出发，丈人甲伊讲：请搁食一寡物件，加天开力，听候到日要落山。伊就留落来甲丈人做伙食。迄个人甲伊个媳妇以及萝卜起来要出发，伊个丈人甲伊讲：你看，日要暗啊，请你搁歇一暝，日要落啊，你着歇遮搁放松一下，明仔载透早才起身倒去恁兜。迄个人毋爱搁歇一暝，就带伊个媳妇甲2只准备好势的驴出发，来到亚布斯的对面。亚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因行近亚布斯的时，日已经要落山。罗伯对主人讲：咱越入去亚布斯人的城，踮遐歇暝好无？伊的主人讲：咱无要越入去，毋是以色列人伫住的外邦人的城，咱过来基比亚。伊阁甲罗伯讲：来，咱看是要去基比亚，还是拿马过暝？因就继续行，要到便雅悯的基比亚的时，日头已经落山。因就越入去，要伫基比亚歇暝。因入城，坐伫广场，因为无人接待因入去厝里歇暝。
日暗，有一个老人对野外做工倒来，伊是以法莲山区的人，住伫基比亚。基比亚是便雅悯人住的所在。迄个老人抬头看到有出外人伫城内的广场，就问伊讲：“你对倒位来？要去倒位？”伊应讲：“阮对犹大的伯利恒来，要去以法莲山区偏僻的所在。我是遐的人，去犹大的伯利恒，现在要转去阮兜。毋过伫遮无人接待我去因兜。我有草料互驴，嘛有饼甲酒互我，甲我的细姨，以及是互我的少年人，拢无欠什么。”老人讲：“请你放心，恁欠用的我拢会设法，千万毋通踮广场过暝。”伊就带因去伊的厝，饲因的驴，因就洗骹啉食。因拄在欢喜快乐的时，城内遐个匪类来围迄间厝，直直拍门，对厝主迄个老人讲：“家入去恁兜迄个查甫人带出来，阮要甲伊交合。”迄个厝主出来对因讲：“朋友啊，莫安尼啦，毋通做即款歹代志。即个人是我的人客，恁毋通做即款见笑事。我有一个查某囝，还是在室女，阁有迄个人的细姨，我带因出来，恁通甲因凌辱，出在恁的意思对待因。毋过对即个人，恁毋通做即款见笑事。”毋过遐个人毋听迄个老人的话，迄个利未人就掠伊的细姨，甲伊杀出去外面互因，因就甲伊强奸、通眠、凌辱伊，到隔日天要光的时，才放伊去。天不光的时，附近人来到伊的丈夫歇眠迄间厝的门口，倒伫遐直到天光。伊的丈夫透早起来开门，要出发倒去因兜，看到伊的细姨倒伫门口，两只手靠伫户顶。伊对伊的细姨讲：“起来，咱倒来去。”毋过伊无回应。利未人甲伊扶去驴仔顶，就出发倒去因兜。倒去到因厝，伊就提刀将伊的细姨切做12块，找人送去同以色列的全境。所有看地的人拢讲，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仔日，即款代志还毋捌发生，嘛毋捌看过。但咱着想，着参详，着决定要安怎做。第20章，对安尼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但到伯示巴，甲住伫基列的人，拢徛出来，团结一致，聚集伫米斯巴上主的面前。以色列正支族的领袖拢来徛伫上帝主面的会中。亚倒的步兵有40万人，便雅悯人有听见以色列人拢来伫米斯巴。以色列人问讲：“甲阮讲，即个歹代志安怎发生的？”迄个利未人就是受害死的附近人的丈夫，因讲：“我甲我的细姨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歇眠，基比亚人起来攻击我，眠时包围我歇眠的厝，想要害死我。因阁甲我的细姨强奸到死。我就将我的细姨切做一块一块，请人摕去以色列人徛起的所有地区，因为基比亚人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做淫乱甲见笑事。恁所有的以色列人着参详做决定。所有的人民拢起来，团结一致，讲：
阮无一个人会倒去伊的布棚，嘛无一个会倒去伊的厝。但阮对基比亚人要安尼处理，阮照抽到的签去攻击因。阮要伫以色列政治组的中间，100人选10人，1000选100，10000选1000，甲军兵送粮食，互军兵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照基比亚人伫以色列中所做可恶的事，甲因报复。对安尼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团结一致，攻击迄个城。以色列所有的支族派人去便雅悯支族徛起的逐所在，讲：恁做的代志实在有够可恶，但恁着将基比亚遐个匪类交出来，阮要互因死。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扫除即个邪恶。毋过，便雅悯人毋肯听因的同胞以色列人的话。便雅悯人拢对因家己的城出来基比亚集合，要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便雅悯人对逐个城调集26000个亚刀的兵士，另外也有基比亚人调集700个精兵。全部的军队中间有700个特选的精兵，因惯势用倒手。逐个会用说迄少精准分毫不差。以色列大支族便雅悯人以外，所调集亚刀的战士总共40万。以色列人就起来去伯特利求问上帝讲：阮中间倒一个支族着先去攻打便雅悯人？上主讲：犹大先去。以色列人透早起来，伫基比亚对面扎营。以色列人出来，伫基比亚排阵要甲便雅悯人交战。便雅悯人嘛对基比亚出来。迄日害死以色列人22000。以色列人去到上帝的面前，提靠到暗时，请问上主讲：阮检着搁进前甲阮的同胞便雅悯人交战。上主讲：着进前攻击。以色列人就提出勇气，由原伫头一日排阵的所在去排阵。第二日，以色列人搁进前去攻击便雅悯人。便雅悯人嘛伫迄日对基比亚出来迎战，搁杀死以色列人18000个亚刀的战士。以色列人就是所有的军兵拢上去伯特利，坐伫上主的面前提靠。迄日因禁食到日暗，搁伫上主的面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迄时，上帝约柜伫伯特利，阿伦的孙以利亚撒的囝菲尼哈伫上主的面前服侍。以色列人请问上主讲：阮着搁去甲阮的同胞便雅悯人交战，还是着煞？上主讲：着去，明仔载我要将因交伫恁的手。以色列人就派兵伫基比亚的四围埋伏。第3日，以色列人搁去攻击便雅悯人，甲前2遍相款。伫基比亚排阵，便雅悯人出去迎战，受引诱离开城。因伫2条大路，一条通伯特利，一条通基比亚的野外，亲像前2遍杀死以色列人约30个。便雅悯人讲：因为亲像以前安尼，互咱拍败。毋过以色列人讲：咱来走，引诱因离开城到大路。以色列人的主力军来巴力塔玛
重新排队。以色列埋伏的军兵对基比亚的西边冲出来，全部的以色列人有10000精兵，进前攻击基比亚，交战的性命真猛烈。毋过，便雅悯人毋知灾祸到啊！上主互便雅悯人大输，迄日以色列人杀死25100个便雅悯亚岛的兵士。便雅悯人知因已经大输，以色列人撤退，是因为因信任派伫基比亚四围埋伏的战士，埋伏的兵真紧冲入基比亚，用刀杀死全城的人。以色列人的主力军甲埋伏的兵有约定一个信号，看到城内请火焚的时，因着活转身反攻。大胜，便雅悯人有杀死大约30个以色列人，就讲因为亲像以前安尼，互咱拍败。因条对城内请愿的时，便雅悯人回头看到全城的火焚拄天，以色列人搁活转身反攻，便雅悯人就惊甲戆去，因为知灾祸到啦。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活转身，旷野的路逃走。毋过，以色列人追入因真晚，因就互主力军甲对逐个城出来的兵包围消灭。以色列人包围便雅悯人，追入因到基比亚的东边，一路甲因追杀。便雅悯人死18000个勇士，其他的人活转身旷野逃走。到临门岩，以色列人沿路杀死因5000人，追入因到基顿，搁杀死2000人。迄日，便雅悯人拢总是25000个亚岛的战士，便雅悯人还剩600个战士，因逃走去旷野，伫临门岩觅4个月。以色列人搁活转攻击便雅悯人，用刀杀死城内的居民、精生，甲所有拄着的人。因搁一路放火烧附近的城。第21章，以色列人伫米斯巴捌咒詛讲：愿无要将查某囝嫁互便雅悯人做某。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，坐伫上帝面前大声啼哭告会恩，讲：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今仔日伫以色列中间减一支族，愿以色列人哪会拄着即款代志？隔日透早人民起来，伫遐起一座坛，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以色列人讲，伫以色列支族中，啥人无做伙来上主遮自尽？因为因遭动势，讲无来米斯巴上主的面前的人，就互伊死。以色列人为着因的同胞便雅悯人心艰苦，讲今仔日以色列中断绝一个支族啦。咱已经记上主咒詛，无要将查某囝嫁互因，但咱要对倒位为着因所剩的人找某。因阁讲，以色列遮的支族中间，啥人无上来米斯巴上主遮？因就查出基列的亚比人无一个人来，因为因点算的时，无一个基列的亚比人伫遐。这人就找12000个勇士，佮吩咐因讲：恁去基列的亚比，用刀杀死所有的查甫人、妇人人、甲囡仔。恁着安尼做，
就将所有诶查甫人甲结婚过诶查某人拢杀死。因伫激烈诶亚比人中间，拄着失败诶也未结婚诶在色女，就甲因带到迦南地示罗诶军营。全体会众就派人去甲林门岩诶便雅悯人讲和。迄时便雅悯人倒来，以色列人就将所留落来遐个激烈诶亚比人诶查某囡仔，互因做某。毋过还无够，以色列人民为着便雅悯人心艰苦，因为上主互以色列诶支族欠一角。以色列会长了讲，便雅悯诶妇女既然已经受糟灭，但咱要安怎找某互遐个活地诶人？佮讲，便雅悯所剩诶人嘛得有家业互因，才免以色列中一支族受诛灭。毋过，咱袂用得将家己诶查某囝互因做某，因为咱以色列人有咒诅讲，将查某囝嫁互便雅悯人诶，着受咒诅。因佮讲，示罗当年有举行敬拜上主诶节期，示罗是伫利波那诶南边，伯特利诶北边，就是伯特利事件诶大路诶东边。因就甲便雅悯人讲，恁着去示罗觅点泡汤圆，若看着因诶查某囡仔出来跳舞，着对泡汤圆出来，逐个人抢一个示罗诶女子做某，才倒去便雅悯地区。因诶老爸也是兄弟，若来甲阮抗议，阮会甲因讲，请恁带领阮，宽容因，因为搞阵诶时，阮无留查某囡仔互因做某，但毋是恁将查某囡仔互因，若是恁就有罪。便雅悯人就照安尼做，照因诶人野抢跳舞诶查某囡仔做某，然后倒去因本地重建城镇，住伫遐。上时，以色列人离开遐，逐个人倒去家己诶支族、宗族，逐个人拢对遐离开，倒去因本地。迄时，以色列人无王，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诶去做。咱今仔读诶圣经节伫士师记第18章到第21章。